前兩人形，仿如隔世，今日又相見。尋覓一生無所求，遠離相窺，必亦有手法，自然愛花膠。然后我们选用的花椒是公椒，那它目前的重量是经过发完之后大概是1公斤左右，所以它的原鱼大小是大概是10公斤以上的鱼才有这么大的花椒。那在花椒的品质上面来说的话，有分为鱼种跟它的重量越大只的，然后越特殊的鱼种的话，它的品质越好。那我们选用的是海鲈鱼，10公斤以上的海鲈鱼才有那么厚实的花椒可以使用。思念你，一生一世一雙人，朝朝暮暮陪伴你，願為有情人覓得心上人，也望兩年佳偶，餘生餘世能共度美好，形影相隨。和地花前兩人形，仿如隔世，今日又相見。尋覓一生無所求，遠離相窺，必亦有手法，自然愛花膠，深深呼喊佢嘅名，夢裏千回輾轉心所訴。